哦，3、4。有啊，好消息，免做啊啦，佮做什么体操啊？嘿，安那？这个好消息我若讲互你听得到的吼，你毋免做体操，好，迄身体就足勇的，精神搁好。你咧前暗后什么好消息，互恁母会听到免做体操，精神会好。啊，煞毋知影讲吼，贵妃啊，拄则有敲电话来厝的啦，啊，讲吼，伊明仔载吼要坐车回来啦。明仔载，嘿啊，贵妃啊，都要坐火车转来咯。对啊，继续要住咱兜哦。嘿啦，伊都共款啦，因老爸病有较好啊啦。啊，想讲吼，要转来遮共款住咱兜，啊，共款去海里遐一因兜遐食头路啦。哦，要住来咱兜，啊，共款若要去海里仔一间干仔店仔上班咯。嘿啦，我跟你讲，阿囝，啊，既然甲伊要坐火车哦，你明仔载去买2粒便当哦。你便当要怎？啊，2粒便当早来去车头啊，等贵妃啊转来头先煞甲接转来啊。哎哟，母啊，你嘛拜托，那对伊遐好啦，遐晦气要创啥啦？对不对？啊，伊明仔载要坐几点也毋知影啦。啊，你叫我2粒便当摸落去啊，等要公公啊，等是要等偌久啊？啊，无要倒转啦。咱就转来厝的，啊，伊家己嘛知影咱兜的所在，伊家己直接转来厝的，咱转来厝的等就好啦。哎哟，有影就对啊，母啊，咱一个欢喜煞袂记哩，叫你倒去车头等。你就是遐疼伊啦。啊，我进兵呢，嘿，你真兵，食枪，听哦，我李叔咧，来，请用茶。谢谢，啊还有食马哦，加茶。食马哦，啊我赶一只啦，2只掠1只啦，哎呦，安怎海丽姐，我咯，哦，你最近无简单嘞，你进步加进步足多嘞。我食盐较济，你食米，我加加你几啊10年咧恁。上海丽姐，伊咧讲是，我最近感觉吼，海丽姐真无简单嘞。我前下来遮啦，咧甲你行去，拢毋捌看你泡茶，我咧请我咧。我最近遮骨力咧，遐试到遐清气啊咧。你真有精神哦，是啥物原因啊咧？喙笑目笑哦，我拢在食胃药工。哎呦，咩啊？无啦，讲实在啦，上重要就是讲哦，贵妃也无地哩啦，啊兼着骹手哦，别人代志拢爱家己来啦。对啦，讲到这个贵妃啊吼，你讲实这查某仔成真乖巧呢。我伫前下来遮来斗3工哦，佫真甘心哦。你讲实在啦。那是我女朋友太多啊，啊若无吼，这查某我介，我就甲娶来做哦。你咧水面咯，你咧袂讲完，人嘛无一定介意你。较早困在口面啦，那着你啦，着你啦。来，别说，甲你报个消息，啥物事？贵妃要转来。啊！但是你抢先讲，哎呦，我都先报啊，甲敲电话来互我啦。有影，贵妃要转来啦。哎呦，阿个啊，你有听无？啊，明仔载吼，我来菜市遐吼，招几啊人往咱车头开迎接。对，我跟你讲，迄个海丽姐，明仔载吼透早吼，我来庙口大庙口遐一个维贤仔的啦，行去的吼，遐老阿伯老阿姊吼，我全部都甲带来，咱迎接迄个贵妃啊。好，我甲你敲落，你这是要迎神了。哦，拜托诶，啊你去车头，你敢知人要坐几点诶？啊要到车头等几工？有影吼。唔免遐晦气啦，老呀。贵妃哦，一定会甲倒进部因联络。啊，咱哦，规气明仔干仔店关门，啊来倒进部因兜等。安尼嘛是有理。哎，贵妃啊，讲要坐车吼，讲要来到咱遮2点半，敢会车去坐唔到去啊？无可能坐唔到啦，一定是哦，迄车跋落尾啦。那老呀，免做老白讲话啦。迄反正哦，有啥物代志去耽误着嘛，无得空啊对无？无本来遐久未来。哎呀，念你教啦。可能是贵妃啊转来啦。我来开门，哎呦，快点过来，贵妃遐叫啦。你大家拢伫啊？你真无意思啊！你我一人只等你等偌久咧？歹势啦，啊，都落去读车，毋才会种话才转来。紧啦，等转来就好啊啦。啊，这位是？启母啊，我甲你介绍啦，阿姨姓陈啦。大家好。迄娘的贵妃你有够厉害呢！迄娘才对下讲2-3工尔吼，无偌久尔，连交一个男朋友有够，迄娘有够牛的。毋是啦，伊乃是阮男朋友啦，伊是阮表兄。啊，就即届吼，嘛去看阮爸爸啦。啊，即届多伊嘛要起来上班，所以想煞载我来遮的啦。贵妃啊，我有代志，我先来走。哦，好。大家我先来走。多谢。
你讲，你这表演哦，让我想到缘投，我照礼貌。但迄落型的做烟头哦，我嘛有内裤带啦，我嘛有西装啦，我是无穿无干尔啦，爽到要死啊啦！穿迄落西装，我甲迄落内裤带拢要共色的，有够爽啊！迄样烟头，你安尼就无意思啊，你知无？每一个人吼，咱咧穿的衫吼，迄品味无共啊。啊，你介意穿的人伊介意穿的，人迄明明都遐有礼貌，啊你搁在共嫌，你是咧共嫌啥？哎呦，大姐，你即摆是咧甲我吐槽的哦？毋是啦，我这是完全你好啊。贵妃啊，我看恁表演对你介有意思的款啊。我是毋知伊对我有意思无意思啦。人伊吼是大学毕业生呢，毋知影会看介意着我无？哎呦，大学生敢若袂输足惹倒咧。啊，即摆大学生吼，规个街仔路拢嘛全大学生，我嘛大学生啊。你讲话啦。你大学生是咧外稀罕。我嘛是咧台大读书咧。老爷，哦，你暗讲这个秘密暗讲遐久啊？我哪毋知影你伫台大咧读书啊？毋是啦，我咧台大餐厅当厨师啦。这是中破啊！烟头呀，看你迄个口气，敢若袂输贵妃啊因表演，得是着你安怎？啊，但伊甲我无熟识，因哪有得识我？我是看伊落型的吼，安怎看就感觉气质袂顺眼。你哪会当安尼讲哈？气质袂顺眼，你对别人用的，迄是阮表兄呢。对，就是因为恁表演吼，我才会愈看愈气质，愈看愈袂顺眼。烟头啊，你毋通讲即落话啦！你会知影呢？我即摆是认贵妃啊做客查某囝呢，伊算起来算你的客小妹啊，啊若伊的表兄算起来，我咱的亲戚呢，你哪会用讲即落话？啥物甲伊表啊？你这个人哪安尼哈？人阮表兄好心送我转来，安尼毋对哦。贵妃啊，贵妃啊，贵妃，你这囡仔就是安尼啦，人贵妃啊拄踏入门尔，啊你著无代无志，搁讲这话安尼去入，但即摆走出去啊！我跟你讲，你著爱保证讲伊无代志哦，伊若有代志哦，我著转来甲你算账。贵妃啊！老姐，我看这气温无啥好，我看咱转去市区，啊若无连面去杀着迄个红台尾。迄条有影，我是歹势吼，恁继续，迄条我要来市区。上了，哎呦，下你搁坐遐，你无赶紧对起讲安尼啦。我是要约啥啦？恁莫大家拢讲我毋对，大家若有贵妃啊伫的吼，啊若有啥物代志拢赖我身躯啦，拢我毋对啦。好啦，老爷，但迄个烟头过程你也毋是了解啦，你即摆讲啥物话，我拢听袂落啊。咱往进来看嘛，迄两三个叫贵妃啊，哎呦，行到，行紧啦，紧啦，有哪行哈？紧啦，老爷先下面贵妃啊，领导诶，当你心肝来想啥，我毋是看。有当时啊做代志，少年人唔安尼懵懂，其实哦，贵妃这查某囡仔唔歹，你会当娶到伊，这是你福气。我已经拢有甲你算过恁的背力了，恁的背力真好，会当做翁仔某，无啊爸。贵妃啊，我这个贵妃啊，你慢慢安尼，互倒进步安尼哪行哪休休，还强要烧声啊？家母啊，安怎啦？人都毋是故意要安尼啊，就你迄个宝贝仔囝啦，逐摆若讲话吼，拢讲迄落型的啦，你叫我要安怎无会生气嘛？哎呦，你嘛小吞忍一下，你无听人伫咧讲喙齿甲喙齿吼带上我，啊两个都定定去搭着啊，对无？啊总无你若一方面若小吞忍一下，啊毋是拢总无代志。家母啊，人我是思念恁吼，毋才会阁转来啊。啊伊若逐摆要安尼甲我讲话吼，我看我是转来好啊啦，较袂两个见面就气擦。哎呦，莫安尼啦！我跟你讲，你若像咱讲哦，住因兜住了袂关系哦，规气搬来阮遐住。对，来甲我困，死老狗，你甲你困。无啦，我是讲吼，咱迄间房间较大间，才有贵妃困，咱来困细间的啦。恁即摆是咧讲啥个啊？阮兜是拢总5房14厅咧咧，啊，着去甲恁兜，那阮兜就足侪间好大个。可以啦。少年人行较紧的啦，哎呀！领导啊，拄则我已经甲你讲遮尔济啊，我相信你也真了解。来，几人回去理解。
贵妃啊，莫阁生气啊啦！我承认吼，我拄则伫咧厝诶讲遐话有较冲动啦，我毋对啦。毋对，哎呀，你搁会甲我回信的哦，人阮无遐伟大啦。贵妃啊，其实吼，咱较早安尼冤枉冤，达枉达吼，有一寡代志，我心肝内嘛足矛盾的啦。自从吼你转去南部即几工吼，即段时间我咧感觉，逐工吼，敢若袂输安尼厝诶减食物件共款。啊，尤其吼，我感觉我诶心情拢一直无好，大概若去钓鱼啊吼，鱼啊拢毋食味啦，连洗面嘛去互水砸着，所以我感觉吼，你嘛是爱继续住伫咧阮遮，莫生气啦。哟，我第一个听到因头讲到我去鸡母皮。啊，算毋知哦，因头咧介意贵妃啊？啊！倒真无啊？安尼有梦啊？贵妃啊吼，做你的媳妇，你有梦啊？放心啦，时间若真正安尼吼，我会请恁两个阿某吼来做便人啦。因头呀，母啊，嘿，啊，咱恁母啊吼，拢已经传好势啊。嘿，你毋是讲要来去贵妃啊因兜来甲因阿爸甲因阿娘提亲？即马无闲啦，免遐紧啦。哎哟，贵妃啊，无因头无要去吼，你陪我来去，来恁兜吼，甲问恁阿爹吼。甲恁阿娘吼，甲问看讲，呾骗金是爱偌济啦吼，要缀订，就爱穿啥物物件，好无？哎哟，遐麻烦，敢若古早人咧，卖人你去就好啊，你甲因参详就好啊。怎么敢若放我家己一个去哦？恁两个是要创啥啦？要钓鱼啊？你钓鱼啊！哎哟，乡亲啊，本来一个后生咧钓鱼啊吼，都咧烦啊，即摆佫带一个媳妇，嘛加入钓鱼啊公会。好啦，要钓鱼哦，阿娘我来甲恁同齐来去钓鱼。也